我本身咧，而家喺頭先 Titus 都有介紹嘅，我而家已經係第8期啦。咁其實我睇翻咧2年前，其實真係2年前嘅今天咧，我同大家一樣，都係聽呢個免費課啦。咁然之後咧就跟住就報名啦，係就學到而家。咁其實我自己細個嘅時間咧都好中意音樂，咁但係因為冇機會啦。細個冇機會啦，大個又做嘢忙啦，咁跟住又冇諗過會學琴嘅。咁但係即係2年前啦，就無意中就喺網上面啲廣告睇到有金陵呢一個專針對我哋啲年紀嘅人士去學琴啦。咁同埋仲要仲有免費課試堂喎，咁即刻報名啦，用 Zoom 啦。咁因為疫情之後 Zoom 都係一個好流行上堂嘅方法，咁所以都聽咗。咁我自己中意呢個課程嘅設計咧，其實係校長啊、老師啊，佢哋都將每一個音樂要學嘅元素咧，佢分得好細，即係每一堂咧你會有一個小小嘅目標去練，咁然之後慢慢咁樣加上去，咁變咗嗰個成功感容易達到啊嘛，係啦，咁就變咗容易去學到一隻歌，咁而學習嘅過程入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金曲啦，或者啲金曲嘅片段咧，係我哋可以去練習嘅。咁我舉個例啦，第一期其實已經有3隻金曲要學，咁亦都包括剛才我睇翻咧都有啲重溫啊，呢個《漁光曲》就係第一隻學嘅歌。咁跟住我都好開心嘅，第一期上咗3個月後，已經可以彈到呢個其中一隻金曲就係《月亮代表我的心》。咁我有陣時同啲朋友分享下，屋企人彈下，咁佢哋都好詫異嘅，佢哋好驚奇嘅，點解你可以3個月學到嘅咁樣咯？咁呢個成功感好，即係佢哋個課程設計得好好，係啦。咁咁包括即係呢2年入邊學咗好多嘅金曲啦嚇。咁而從入邊都可以學到一啲嘅彈琴技巧啦，係啦。咁再加埋其實我學咗琴之後咧，其實對我有個好處咧，就係我覺得個人輕鬆咗嘅，放鬆咗啦，情緒好咗啦。咁因為我哋必須要真係每日練琴嘅，咁而老師都有講過就係最少你每一日最好都練到30分鐘。咁我自己本人咧就練通常15至30分鐘啦，有時太忙咧都係15分鐘到。咁但係因為我記得有位老師講過咧，你每一日點都要摸一摸琴嘅，即係我哋由零開始嘛，始終咁，所以一定要好熟習。咁而彈咗琴之後咧，就點解話情緒好咗咧？因為我自己本身都要翻工嘅，咁所以練琴嘅時間就夜晚。咁樣夜晚練琴嗰陣時咧，就好專注啊！你要跟老師嗰個教嗰個步伐去嘅話咧，你會專注記住啲步驟啊，去練，咁個人好似放空咗、輕鬆咗，甚至乎我真係覺得嗰輪咧係好瞓咗添嘅，係啦，我真係覺得好瞓咗。咁所以就咁樣咯。咁而今次因為要預備呢一個練習，我第一次做呢個 Zoom 嘅分享，所以咧我最近都練多咗嘅。